歡迎收聽呢一集70年代之雲，我在亞拉塞奧尼的日子。生命入面最美好、最深刻嘅故事，往往隱藏喺我哋自身經歷嘅塵封層之下。今日，作者拉傑什淺德拉尼馬丹拉爾賈恩將帶領我哋進入佢過去嘅一個畫廊。呢段係48年前嘅回憶，令人諗起喺賈巴爾普爾工程學院嘅日子。但事實上，呢個係關於父親沉默嘅愛、對個仔嘅自豪，同埋嗰個告別同重逢嘅希望一齊跳動嘅奇特時刻嘅故事。等我哋一齊聆聽拉傑什先生動人嘅回憶。奇特呢段記憶已經有40多年歷史。當時我就讀於賈巴爾普爾工程學院，嗰段時間，我成日往返於賈巴爾普爾同亞拉塞奧尼之間。一架唔錯嘅國營運輸公司巴士會喺清晨5點半由巴拉加特到達亞拉塞奧尼。喺我必須由亞拉塞奧尼去賈巴爾普爾嘅日子，我一定要早起。無論點，我嘅祖父母、爸爸同媽媽每日都會早起。當我準備好離開屋企嗰陣，我嘅祖父母同媽媽會流住眼淚嚟到門口告別，但我爸爸會全程行路陪我到巴士站。大多數時候，爸爸同我係行路去嘅，咁樣一嚟，佢亦都順便完成咗佢嘅晨早散步。我哋行嘅時候，清潔工正喺度掃街，亞拉塞奧尼先至啱啱開始醒。由於嗰段時間異常安靜，雀仔叫聲，特別係烏鴉嘅叫聲，聽得非常清楚。而家已經冇咁多雀仔剩低。我哋去到巴士站，喺嗰度，爸爸嘅目光會尋找其他乘客。如果佢發現任何熟悉嘅長輩，佢會將我介紹俾佢哋，話呢個係我個仔。佢喺賈巴爾普爾讀工程學 engineering， 佢而家正要趕過去。經過咁樣嘅介紹之後，佢會感到安心，因為佢將我託付俾一位長輩，而且我在旅途中唔會遇到任何問題。我注意到了爸爸講嘢嘅方式，當佢使用 engineering 呢個詞嗰陣，佢感到無比嘅自豪。跟住就係等巴士，因為冇噪音，佢喺1公里外就能夠辨認出巴士嘅聲，並叫我拿好行李準備好。當巴士停低嗰陣，佢會迅速上車，為我預留前面嘅一個空位，後排座位嘅顛簸仲犀利。當我安置好行李坐低之後，佢會落車企喺窗邊。佢本嚟係嚟送我上前往賈巴爾普爾嘅巴士，但當我坐喺嗰度，巴士即將出發嗰陣，我感覺到佢嘅心被觸動到流眼淚。嗰個係一個奇特嘅時刻，佢必須送我去賈巴爾普爾，但同時佢又因為俾我離開而感到悲傷。巴士出發咗，佢嘅腳步又轉向返去屋企。我好少見到佢公開流淚。我而家明白啦，喺每一個咁樣嘅時刻，佢都喺沉默中喊。我哋嘅生活充滿咗呢種奇特之處。你啱啱聽完嘅係拉傑什先生嘅回憶奇特。爸爸沉默嘅愛，佢喺巴士窗邊嘅等待，同埋佢自豪咁講出 engineering 呢個詞，呢一切都提醒緊我哋父母嗰啲無聲嘅奉獻。生活確實係呢種奇特同苦樂參半時刻交織而成嘅美麗視覺藝術。我哋希望呢個故事觸動咗你內心嘅某個角落。多謝你收聽 Atrius Ambitions， 請繼續關注更多呢類未被訴說嘅故事。誠摯嘅問候。